王都从岸上里公义去吧。流亡都去呀，人颠倒啊！翻云覆雨现风头，现风头。想啊，来水万苦啊！你话你是啥来苦？哎哈，我来苦哎哈！有头啊！有头，有言府中论乾坤，就有冲篇冲安门。漫天飞雨，哪算不准？私心逞强，佛语重生。哼！时辰不对，力量不对，出蜀高勋，诈欺摧毁。土气犯下，滔天太岁，喜多连条，一命难飞。一命难飞。哼，哈哈哈哈！有头。你莫出去欧北讲啊！嗨，喜多连条，难不敌非该奸害流氓。你用办？难定还真是个神父呢！你用啊！你为臣气赌气。天托乾坤，违抗幼稚，不料上外落水三分，人民无水可用，上内落水七分，水温深在，今世百姓有了神道，玉皇太帝非常怒气，攻下幼稚，灭了天神，明天5时3刻。将你两头落去！莫该！难操嘞！苍天呐，就劈了你呀！有堂一上泪呀，爱一扑哦，行啊，草啊，是太呀苦
要我安阳去，安阳干啥啦？爱千载万那年呐，辛苦来修炼呐，半年哦来听。走的今天，何必当初？自找自赎，不能怨了他人啊！上人知错了，一时差错，害得百姓哀风遍野。强太贤，太贤你救命啊！不爱的机会，我要好好的改过。太贤，请你救我呀！我只是一个谣言附从的功夫骗徒，我哪有能力好来救你啊？严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是泰山。希望你太人莫给小人过，我求你，叫我一条嘅生路啊！唉，但愿你千年修炼艰难，指点你。今夜到彩王宫所在，要求唐王救你个命啊！哈，唐王是一个凡人，如何能救我的性命呢？唐王驾前，该丞相魏征乃是天朝监察官，你只有拜托唐王，挽留魏征托公使三帖。莫非无法离开了你，咱俩两头，按照你此言就有救了。多谢太贤人的指示，事不言迟，圣人先告辞了。唉，阎罗王诸天三纲时，哪有流人东港？今去两王。一切就是天意呀！莲叶何以面爱父，心喜呀重生啊莫强颂，随凡身在爱心沉重。刚诚啊，热情啊，热情来面笑容，面笑容。臣魏征建国万岁！卿家平身，下万岁！卿家不敌水犯，该情况如何呢？启禀皇上，此次雨水来得有急有凶，造成水灾，他叫人命数百条，数千户的民众就无家可归，百姓哀伤不切啊！更是用办推百姓脱离苦海呀！启禀万岁，上位的百姓已经安抚好些。上外的太岁也已经引流了，多
处开仓赈济，情况慢慢控制了啊。该就好，错了。列拜水灾神犯，何得爱情义，能得推寡人给了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两位神应尽职责啊！迄还有乜该水犯嘅消息，而随时精彩众众来禀报古王见效。为神准旨，时候不早，你也辛苦，回转府中休息去吧。多谢万岁，为神告退了。皇公已经议讲了，请万岁为后宫休息。我想爱趁此时多看到奏章，时候不早，你回转去休息，把寡人自己请一请吧。可是，不用再说，回去吧。奴才遵命。也曾我迷梦，笑迷一见中，念念从深苦，强灯手旁放。同王救命啊！同王救命啊！你是何人？我是金海流王，名喊敖公。流氓抢了，不等于多采后宫，有何事情呢？哈，上爱敖公，为了赌一口气，故意错失一路，害得从岸上内外水泛神灾。哈，原来是你，好一个流氓啊！你害得古王的百姓流离失所，妻离子散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乜嘅颜面来天涯呀？唐王，全是我错，我造成重生的灾难。本王，我心感到当艰苦，我非常的后悔。无论样样办成方案，我就愿意。不过，是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只求你太仁太量，救本王一命。我为了保证，我保证你能得太堂风调雨顺，雨水长久，五国丰收。这我要求你呀！罢了。流氓抢戏，但因你有悔过之心，寡人就来答应你。不过，我样办让你帮忙呢？简单，如今我来触犯天条，肉体震怒，一来障碍性命。孟唐王，你太发慈悲，来救我一命啊！不过人生不同途，我样办来救你呢？唐王，我的太神为证，乃是天庭的干政官，只有天公爷，你留出其为证，唔好放佢离开，
托公53克酒，本王此年得救啊！哦，原来刘处为卿家，唔好本佢离开，就能救得梁王爷嘅性命冇错，此事简单，国王答应救你一命啊！多谢了，同王。今天一个救命太恩，我无意回报，特别呈上列世间罕有的亚民族，表示我的心意。孟同王，你数下来吧。梁王何必以此客气？此理我不能恕。哎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你一定要数下。同王，我的命就拜托你咯。我不能恕啊！哼同王拜托了。梁王，梁王，呸！梁王在哪里？梁王在何处？万岁！你样办啊？奇怪，我方才明明看见惊海梁王躲在房墙内，爱寡人救其一命啊！你可有看见啊？那未来的梁王，一天一鬼事炒饭，不是乱梦了。哎，爆竹踩了桌上，那是梁王莫在房墙，样办不有爆竹呢？咦？按讲嘅好亚民爆竹，那未来嘅？俩亚民爆竹，两边一天黑，惊海梁王躲在房墙，爱求出我救其一命，所送嘅真理呀！这女神，在赶快推寡人传旨下去，免得国事奇妙强，精彩异国书房啊！梁子，传旨，为时期美国设置一国书房，梁子。微臣参见万岁，启禀平身，谢万岁。想问皇上，半夜贤臣进京，何事要来参议呀？卿家，方才寡人得下一梦，梦见十分嘅奇怪呀！怪在何处呢？启听啊！惊海呀，梁啊王啊，夜梦中。救命真主多放救，身犯何罪极惶恐？哈！该违抗牛啊子，太佛啊冲啊！梁王因为妒气，错下甘霖，错身遂在。此时怒恼欲放，太帝下令，明日5时3刻，要处斩其梁王。故说他躲在后墙，请求寡人救他一命啊！万岁呀！虽是你贵为救吾之尊，但是也是凡间之人，我如何该救他呢？梁王说他敢怎讲，乃是我国太神的威震，
只要留出其位证，就能保住他的性命了。哦，万岁！请你出下圣旨一套，提条为证，明日中午来采议发言，叛军行起呀！托讲53天，保其梁王性命了。有理呀，有理。女神，在推寡人传旨，明日免得为证53天，都采议国发言，陪伴寡人行其作乐。